好，来继续来到中华，早起嘛是落超大雨，讲这个国家警报是亮亮叫，尤其是鹿港，短短1点钟就落735毫米的雨，是落甲鹿港的天后宫淹大水，庙前的广场变做水池啊，嘛得要甲红架道淹掉咯。骑机车的民众唔敢搁骑，有的用牵的，有的用脚来抢。啊边啊老街嘛是做大水，民众讲比洪台要较成洪台。 庙埕做大水，民众平常时啊拜拜天公炉浸伫咧水里，阁有2大块强盗嘛，强要捡积水吞食落腹。 中华鹿港天后宫浸伫咧水里，庙前广场嘛淹甲真热烈，有骑奥多麦民众硬要甲骑过，道路真近，嘛有民众吊车，敢会当用牵呢？排水的问题了哈，在最主要是早上的部分的话是强降雨，所以突然间的那个大雨哈，雷雨的部分的话哈，宣泄不及。鹿港老街嘛因为上大雨严重积水，店家有够无奈的，有的水已经入不去店里，有的是更加凄惨。 像有名的肉包店店员是真紧张，店员赶紧摸肉包的纸盒仔，救偌济算偌济。附近的店家拢讲，唔捌淹过这么严重的。头一届的啦，你甲看，唔捌淹咁悬的。店家发苦，民众骑街别拢做大水。 卫生管理所在翕落去，更加惊人。鹿港镇的大路淹水，车驶过去就亲像伫咧过船啊。阁有骑车民众，奥多麦发袂叮当，伫咧大路爱用路滑。这场雨落甲真成功，透早9点外开始落，短短1点钟，鹿港镇就落135毫米的落雨量，雷公线啊嘛变叫。 落大雨造成中华鹿港严重淹水灾，几内路口车辆点嘛故障，交通大破格。互当地人拢讲，透死人唔捌拄过这么严重的风台天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